现在兄弟们大家平安。伫咱要开始礼拜进前，阁有几分钟，伫遮无需要请咱各位兄弟姊妹，你若会使，会当刷动你的位吼，会当尽量坐较头前的，会当尽量坐较头前的吼。咱看见头前阁有真侪的空位，咱会当刷动你的脚步吼，会当线者吼。若是你愿意，会当坐较头前的，会当来较头前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。 咱嘛会当将较后壁的位仔留互较万教的兄弟姊妹吼。 今仔日咱伫今仔日礼拜日主日会早起，咱会当过三甲主日，伫教会内面做伙敬拜咱的上帝。愿今仔早起真做是一个荣耀敬拜，愿今仔早起真做是一个充满上帝祝福的敬拜。也愿上帝赐福每一个愿意来到伊面前的兄弟姊妹。只是邀请大家咱做伙安静咱的心，用一个安静祈祷的心。 咱做伙轻轻来唱这条的诗歌，你是信实的上帝，来对咱的上帝讲，伊是一位信实的上帝，是一个帮赞的上帝。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，我会聆听好听你。 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，我会聆听好听你的声。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，我会聆听好听你的声。 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，我会聆听好听你的声，我会无遮我心所听，放落家己，互你引带。 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照我。
引带，我拢总免惊。你的手轻轻牵我，你永远无放下我，永远一生，予你的旨意伫这。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，我的聆听候听你的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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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无声，我心所听，放落家己，予你引带。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照我，有你引带，我拢总免惊。你的手轻轻牵我，你永远无放下我，永远一生，予你的旨意伫这。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照我，有你引带，我拢总免惊。你的手轻轻牵我，你永远无放下我，永远一生，予你的旨意伫这。了解即马，咱为着今仔早起是咱的心来祈祷，为着咱的心通会当真实、安静、安歇伫主的内面来祈祷，求上帝帮助我每一个兄弟姊妹，虽望伫要来，也是伫外口，咱可能有侪的烦恼，有侪咧挂虑的代志，但求上帝帮助，互咱伫今仔早起时带着一个热切的心，互咱先暂时放落心中所挂虑忧闷的代志，因为咱的上帝是咱信实的上帝，是咱永远的召唤。咱做伙开喙，也是用前面的方式，为着早起时你的准备的心，咱做伙开喙来祈祷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主啊，谢谢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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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主啊，这早每一人通一概来到主你的面前，主啊，帮助咱早起时有一个准备好的心来准备来着，来敬拜了你，主啊，感谢你，早起时。咱要为着早起时所有服侍同工为因来祈祷，求上帝准备好每一个服侍同工的心，来坚固因的心智。无论伫敬拜中心的服侍，还是伫教育中心的服侍，无论伫什么款的角落，主拢要帮助着每一个服侍者。咱做伙开喙，为着无同款的服侍者，为着因所服侍的项目，咱做伙开喙为因来祈祷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主啊，将每一个服侍同工投进你的手中，主啊，求你来保守、来引传、坚固因，用手所做一切，常在心内应用去做，主啊，帮助你，主啊，感谢你。那么为着早起是要有两堂要和咱分享的庄医师来为祈祷，求上帝透过伊生命的见证，透过伊所分享上帝的话语，真做是咱生命中的帮助，真做是咱生命中新的提醒。咱做伙开喙来为着早起时要来和咱分享的庄医师，咱为伊来祈祷。
小李主啊，就为咱这些人的出来祈祷，对啊，主啊，帮咱去使用伊的生命，透过伊所讲的，透过伊所经历的，来教会是互咱看见一个活的真实的见证。主啊，透过伊的生命所奠定的，我们看见主真的是一个神奇的兄弟。主啊，教会来祈祷，特别伫这个圣诞节的这期，有侪的事工，特别是有侪福音的事工伫进行。求上帝帮咱伫教会中每一个所推动福音的事工，也是这圣诞节的事工。透过这个事工，搁一届来，互每一个参与的人领受到主的美好。耶稣基督降生的喜乐，咱做伙开喙，为咱教会祈祷，特别为着圣诞节这个节期，侪的福音的事工，咱做伙来祈祷。渐要进入50周年，有侪的筹备，侪活动来祈祷，求上帝帮咱的教会伫行50周年的这个过程，搁一届通知，这位上帝是一个信实的上帝。伫过去，上帝安怎祝福福强教会，伫要来50周年，要继续祝福咱的福强教会。咱特别为着咱的教会50周年的事工来祈祷，为着这筹备的小组来祈祷，咱做伙开喙，为着这项代志，咱做伙来祈祷。那么，继续为着咱教会中，为着无教会牧师，为着咱的长职，为着咱的区长，为着咱的小组长，为着每一个服侍团队的团长，为着每一个服侍同工来祈祷，求上帝帮咱，互因快乐，互因通伫教会中无共款的团队，无共款的服侍，拢有对主遐来的聪明智慧。通知安怎来帮助咱的教会，帮助咱的兄弟姊妹，咱做伙开喙为着教会者领袖，咱做伙开喙为因来祈祷。你是信实的上帝。
花，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。你的手轻轻牵我，你永远无放松我，有我一生，予你的指引在这。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照顾。需要的兄弟姊妹，咱会为因来祈祷。无论是伫周报内面所写的这兄弟姊妹，也是你所在的兄弟姊妹，为因来祈祷，求上帝帮助。特别伫身心灵软弱的时，求上帝真正真做是因坚固的照盘，真做是因通倚靠的上帝。咱做伙开喙，为着这你所在，也是周报内面。这需要的兄弟姊妹，咱做伙开喙，为着因来祈祷。主，你是信实的上帝，是阮通倚靠的石盘。主啊，所以伫今仔早起时，我要用欢喜的心来敬拜阿罗你。主啊，因为阮搁一摆来到主你的面前的时阵，我用欢喜敬拜的时阵，就搁一摆看见主你用你的笑面来帮助阮。主啊，感谢你阿罗你，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啊所生命来求。阿门。咱做起立来唱这条诗歌，用欢喜、用拍破爱的心来唱这条诗歌，记那倚靠耶和华。你那倚靠耶和华，喜乐的心要充满。你那倚靠耶和华，主的福气那水泉。你那倚靠耶和华，平安的心要充满。你那倚靠耶和华，一切就做要拍破。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，打开心门来领受。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，伊就像我学了做生命。伊若倚靠耶和华，伊乐的心要充满。伊若倚靠耶和华，福气那水泉，伊若倚靠耶和华，平安的心要充满。伊若倚靠耶和华，一切就做会拍破。伊若倚靠耶和华，伊若倚靠耶和华，伊乐的心要充满。伊若倚靠耶和华，主的福气那水泉。伊若倚靠耶和华，平安的心要充
欢喜来到主面前，打开心门来领受，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，伊的手我学了做生命，我要欢喜来到主的面前。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，打开心门来领受，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，伊的手我学了做生命。我要欢喜来到主的面前，来到主面前，打开心门来领受，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，伊的手我学了做生命。我要欢喜来到主的面前，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，打开心门来领受，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，伊的手我学了做生命，伊的手我学了做生命，伊的手我学了做生命。咱做拍破啊，将一切荣光拢归于咱上帝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时阵，阮相信，当咱挖靠你的时阵，就要对你遐得到喜乐，得到平安，得到上大的福气。所以，阮会相信，当阮的心信靠你，相信你的事，你要成做阮的好朋友，成做是阮一生上大的瓦靠。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，你写记，将永远我名来相思。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爸，伊是在听我，伊用慈悲款待我。我相信，诚心是我的安慰者，伊是靠温柔的同在来看心。我相信，生命充满美好计划，伊旨意相随，我要一生跟对伊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心可以的有福气，选择这上好的道路无偏离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上帝永远拢是真，耶稣陪伴我一路引
继续用新圣诗305首来敬拜咱的上帝。我的心心你着唱歌，好乐感谢主上帝。我的主是我的上帝，伊有创造天顶地，乐赞美主上帝。一大救主听从上帝，照顾人类的天地，赐几分全属好天的，三主三不愿欠亏，只怪主上帝。我的心心，我的心心，坚信跳起主的名，一时传令眼光上帝，永远伫你天顶地，只想主上帝。是的，主我的上帝，你是堪得阿乐敬拜、至权至尊，创造宇宙万物，我的主宰，我的主，你个找独生囝，我的救主耶稣基督来到世间，来死了拯救，互阮重新有活命的愿望，甲永生的确信。主啊，阮捌这个信仰，所以阮
谦卑伫你面前自执，同心而乐，同心敬拜，求圣神伫阮中间，互阮更较明白你拯救活命的道理，也互阮诚侪你的百姓一生享受上帝你的恩待甲祝福，也一生行伫你的道路，为主来做见证。感谢你，互阮今仔日通过福音主日，庄医师来到伫阮中间的生命见证，互阮搁一遍确信你是活我的主，你是施乐拯救的主，你是赏赐丰盛生命的主。愿圣神甲阮同在，阮的敬拜、阮的阿乐、阮的祈祷，拢透到主你的面前，领受你完全的恩典甲祝福。主，阮要学习主教是阮的祈祷文，来同心祈祷讲：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你带阮入去试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大家请坐。启用，这是咱三甲来启用。我来启会众三甲来用。上主是我的牧者，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，伊予我新的开力。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，因为你甲我同在。伫我对敌的面前，你用油抹我的头壳，你的恩典慈爱一定教我一世人做伴。这是咱三甲来祈祷。宇宙的主宰，全能、全智、全善的主上帝，因为你的大疼痛甲慈悲，阮的主耶稣替阮受死，要互阮得到永活。慈爱的救赎主啊，恳求你即时甲阮同在，当阮一同伫遮自执，心思意念暂时离开伫迄外口世界的纷争。主啊，诚做阮的力量甲避难所。主啊，阮的情感甲心思意念，向你来展开。愿你以喜乐、慈爱、平安、应允必成，的确充满阮。亲爱的主，阮心所羡慕，阮来亲近调起你，阮早前毋捌你，陷落伫罪恶的痛苦中。因为天父的大怜悯甲恩典，你捌为阮受痛苦，定十字架，为阮付出救赎的代价，互阮因为用信心独独来倚靠你，会当互上帝称作义，用信心来敬拜、阿乐感谢你。阮相信你不只是救赎的主，阁是疼阮的主。阮将一切的挂虑伫祈祷中来交托。求你来透帮阮，引带阮来跟对你，过一个丰盛的人生。主啊，要感谢落你，因为你甲天父原本是一体，是慈悲甲恩典的君王，用大能治理宇宙万物，牵得万民尊崇敬拜。救赎阮的主啊，我要拍开心门，求你当降临做王，掌管阮的心。用你的真理大光来照阮，互阮因为明白你的真理，得到自由，
甲你的春节有份。今仔日是大港节的第2主日，求主你提醒阮，大港节不只是有味欢乐的圣诞节期，搁较是来面对基督搁来的日子。阮相信，假使阮嘛伫受难中，伫还未悔改的时阵，主上帝，你透过基督的救恩，早着一条临到阮，提醒阮爱警醒。以信心的生活来有备基督搁再来。伫迄个审判日子临到的时阵，阮会当坦然来面对审判，甚至将原本互人惊吓审判的日子，变成做受上帝祝福、受上帝拣选的日子，成做荣耀上帝国的子民。恳求主你催促施恩赐福伫富阳教会每一位兄弟姊妹身上。人人成做传福音的精兵，人人有备好达志，借着牧师团队甲中职同工所领受的同一意向，持续伫福音的道路上来为主做见证，互富强教会成做一个荣耀上帝、传扬福音、实践大使命的教会。阮安尼同心恳求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求你阿乐，听阮祈祷，你的兄弟谦卑求讨，阮若所求，喊你起，愿你应允，献出慈悲。享受上帝的话，今日的圣经节记载伫诗篇29篇11节。上主赐快乐，予伊的子民；上主赐平安，予伊的子民。愿上帝赐福听从伊话语的人。献诗只是咱请女诗班来献诗，今仔日要献的口目是永远的光。献诗煞，请咱今仔邀请庄雅慧医生来讲道。今仔要传讲的信息是平安中的幸福。
多谢女诗班。咱今日吼，特别是拢女声吼来献诗，拄则伤好听，中午就甲拍破啊落。嘿，希望无干扰着因的献诗啦吼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今日真欢喜，是咱大抗节吼的第2主日，咱安排邀请咱的曾家慧医师吼来到咱中间做第2场的这个福音主日吼名人讲座安尼吼真是感谢主，咱伫圣诞节前会当通过伊的生命见证，互咱增加咱甲上帝的关系甲信仰。真欢喜吼，咱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吼。咱曾医师吼进前吼，咱真侪人有伫迄个咱的基督教报纸吼，比如讲《今日报》啦，咱的《论坛报》看到伊的见证吼，大家对伊有一个印象。毋过我有听到咱的兄弟吼，有人伫迄个电视的医疗节目看到伊，看到伊咧分享吼，实在是真欢喜，照到迄个伊的同学，就是咱的魏贤牧师啦吼的介绍。今日透早6点外专工对台北坐火车落，坐高铁落来安尼吼。等下吼，礼拜煞吼，就爱搁随赶转去安尼吼。想要请伊一个食一个等台南的碗粿拢袂赴实在是足感谢伊吼，答应来咱遮来甲咱分享吼。咱的曾医师呢，伊本人吼，原来是伫台大读兽医系，就是甲咱的魏贤牧师同学。后来吼，伊来行即个中医的系统吼，而且是去美国接受完整的中医的即个训练吼，所以后来倒来伫台湾吼，伊就开即个中医的诊所吼，对中医有真深的研究。那中医甲伊的信仰有啥物关系？即个等下爱请伊家己来讲啦吼。不过今仔日咱真欢喜吼，咱有举办即个幸福小组吼，咱进前11月初10有一场，搁即摆一场吼。咱有遮个 best， 咱遮个模队友今日来参加。我希望你会当通过遮个见证，你就真水真好的印证，讲即个信仰是真个我的信仰吼。咱同时嘛要感谢主吼，咱教会吼最近咧推动一个运动，就是吼咱准时搁坐头前就对了。今日吼，哇有头前即排拢是咱的遮个以赛亚无可能甲拍无一个来，拢坐头前啊吼。我后来知影讲，咱是安那，大家无爱坐头前，毋是讲头前吼。安尼无方便，是讲头前，改成要看荧幕较歹看安尼。毋过久就惯势你若讲会酸活头一个，我看2边拢看安尼就会使。咱鼓励吼，第一准时，咱讲准时就是提早到，量早到。第2就是咱坐头前安尼吼，互咱要行这个，就就呢即个信仰。甲咱的生活，甲咱的礼拜吼，搁较充满着活力。好来，把握时间，咱将时间来交予咱的曾医师，咱用拍拍声来欢迎，来张医师来卡到好，你拿这个也可以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雅慧中医师，我是台南人，不过我1岁就去互人带去台北啊。我知影阮兜伫咧中正路，不过我嘛毋捌去过。我细汉时，阮妈妈、阮外婆伫咧善化，所以我拢是寒暑假转来善化，要转去进前就去三甲里仔食米糕、虾仁肉丸、粉钱，对，安尼有到底的台南人无？毋过我台语毋是讲真好啦，所以等下可能会转换成国语。我就咧想讲，那是弟兄姐妹是兄弟姊妹，还是弟兄姊妹？到我有听牧师讲兄弟姊妹，你来个会当学台语袂歹吼。拄啊牧师有讲，我就欢喜啊，阮同学嘛，魏贤牧师，阮大学2个，我们都跟他太太都很熟因为他，所以我也当接受来这边分享我的生命故事所以很开心。毋过阮有一撮职业病就是要先来个卫教，咱时间较长嘛，咱来卫教一下。我请问大家恁早起起来你是先食
先食你若毋是先食早顿，先啉滚水、豆奶、牛奶、咖啡、果汁，也是精力汤的人，请你举手。哎呦，牧师你嘛是哦，恁大家拢安尼哦。我若第一次到一个演讲场所，拢是安尼。你感觉安尼敢对吗？切记袂使哦，袂用一哦，袂使空白啉滚水哦。啊，别人讲安尼无豆奶会使无？袂使。牛奶会使无？袂使。拢袂使啉啥物？流质的，啥咱袂使啉流质？请问你早起啉滚水是要创啥物货？排毒、喙焦、会安那 ？UC2。哦，拢有人讲你晚上什么不喝水，早上就会怎样怎样，对不？其实有些东西要去思考，还不见得正确哦。哦，好，这个甲大家讲一下，你敢知影食物伫咱的胃内底停留偌久？我本来其实我袂晓用台语，结果神互我即摆用到台语，我嘛毋知是安怎。啊，胃伫咱的食物伫咱的胃内底停偌久？啊，答案拢互恁啊，袂超过4点钟。哦，根据你食落去的物件，脂肪较久，啊，淀粉类较紧，对无？啊，那伫咱的肠仔的小肠的6、7个钟头，啊，甲大肠的第9个钟头，哦。啊，你若物件拢要排便出去，爱几工咧？3工，70%爱3工，所以你感觉你闭格敢好吗？无好，所以咱若有闭格，毋通家己食泻药，要食西药找西医，要食中药找中医师，吼。所以，好，我问你，安尼，请问你早起起来，你的胃有物件无？空啊对无？空啊对无？好，咱看这2张图。迄一个示意图，一个是水分，一个是食物。我问你，什么物件较会逆流？液体较会逆流对无？啊，你早起你要先啉滚水，还是要食物件？我毋知影你胃要好无？我拢讲不是不报，是时候未到。毋通讲我乌鸦嘴，真正啉久啊，胃病就来了。请问你中昼敢有先啉汤吗？咱英国汤拢啉别凉时咧，迄才最正确的。你敢知20年来，咱的胃病增加了5倍。现在健保局不给付胃药，就是拢这个空腹喝水害的。希望你会当解决，我毋是叫你听清楚哦，毋是卖啉滚水哦，是袂使芳空白啉滚水。咱先食，你食2、3口面包，喝1口豆浆不要紧，4、5口面包再喝1口水可以，因为这会吸水嘛。啊，食饱后咱来啉滚水。你若胃无好，你试试看，一定会改善。我当医生30年来，没有改善的2、3个是胃癌，其他通通改善。哦，这是我看病很久啦，就是因为就这人拢安尼吃错。误信那个网络谣言，然后身体就受伤害，所以咱拢要有智慧，才能够判断是非，对不？啊，从外因鬼还没有是基督徒的时候，我觉得说，哎呀，我只要努力读书，我靠自己去收集一些资料，我就可以很有能力，我可以解决所有的事情，我可以医治所有的疾病。可是当我认识耶稣之后，是什么？我就觉得不是那么一回事，哈，所以这个再次叮咛大家一下：当你空腹啉超过100 cc， 我都足喙焦要安怎？你啉1喙2喙，赶快吃早餐。各位资深帅哥美女，不要不吃饭就出去运动，这很危险，这样会很容易血糖低哦，会容易出状况哦。哦，吃饱饱了，太阳出来了再出去，所以基本上胃食道逆流，这边胸口痛。再往上会怎么样？食道溃疡，再往上呢？慢性咳嗽、声音沙哑、声带萎缩，然后你又把空腹喝水，你又把胃酸稀释了，就产生胀气、打嗝、消化不良，往下就一直拉肚子。
所以你想看卖，看你要扛别人滚水无？不是不报，是时候未到。很多病人都讲我啉了就好势就好势，没有症状不代表你没事哦，有症状不代表你很严重。我们就有一对夫妻嘛，先生就是扛别人滚水啊，拢不爱听我讲话，结果检查没有症状，胃溃疡。太太有很多症状，胃只有轻微发炎。所以这是我的建议啦，我门诊的病人都是这样子。所以胃食道逆流不是讲我的一恰生，我的火烧心，那是叫做典型的症状。不典型的症状，常常在看，就是我都要讲的，声音沙哑啦，喉咙卡卡的啊，有痰啊，这东西晚上睡觉咳嗽也是蛮典型的胃食道逆流。所以希望大家，你有没有被骗了很多年？什么养乐多不能配香肠？蚊子都叮那个酸性体质的人，那种错。有机会再来跟大家分享。所以，谁才是智慧的源头？对嘛？所以我们圣经说，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所以这个很重要，靠自己达不到了。哦，好，卫教完毕。现在就是要来跟你分享说，我怎么样依靠神，就获得了平安中的幸福。为什么会加个平安呢？圣经有这个经文，而且有的时候是假幸福。白雪公主跟王子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，他有时候是假幸福。我们只有在耶稣里面才会有真幸福。就不管你在什么状况，你都很平安，那就是幸福啊！大家猜猜看，我小时候的志愿是什么？哈？老师，哎，对，很多人这样猜，我很像老师吗？还有嘞？还有吗？啊，歌星？哦，我的嗓音很不好。再来嘞？啊，美容师？还有嘞？都没有人猜对哦，不好意思。哈？嘿嘿，我最不想当医师。当贤妻良母，因为我生长在一个很幸福的家庭啊，所以我觉得，我从小不太喜欢看，我只喜欢看迪士尼的那个很美好的完结篇，我都不看悲剧的。然后我爸爸是念台南一中嘛，妈妈是台南女中。其实我爸爸他很会念书，他的成绩单都是标准答案，他的考试卷都是标准答案。然后他也是念到可以保送到那个日本念书，但是我爸爸是长子，他念，但是他还是决定留在台湾考上成大。结果他在要上大学那年，我祖父病逝。阮祖父是开纸店啦，听讲迄阵足风光的，不过伊就啉酒啊，啉到家产都被败光了，所以又病逝了。所以我爸爸就变成不能念成大，他就只好去铁路局上班。然后在铁路局上班就认识我在铁路局上班的妈妈，她当播音员。结果爸爸再一次的铁路局上班的时候，他一次的因公受伤，他脚就被截肢了，就断了。然后那个时候，我妈妈他们全家就开会说，我阿嬷说你不能嫁他，但是你不能嫁别人，你要去当尼姑。因为说谈恋爱嘛，那现在男朋友残废呀，你要不要嫁？然后大舅、二舅跟阿公就说不行，你要嫁。所以我妈妈就嫁给我爸爸，所以才会有我们。所以我就是一个在这个爱的家庭长大了，所以我的理想就是当贤妻良母。就是我没有胸无大志，我就喜欢当贤妻良母，但是我也蛮会背书的啦，所以呢，小时候成绩都不错，但是我就想说，哎呀，我就是要有一个正常的职业，我就会很开心，然后就当贤妻良母。那后来因为我爸爸脚截肢了，他就没办法在台南，他就办退休嘛，所以就到台北做生意，所以就变成举家就迁到台北。所以我出生后1岁就全家搬到台北，就是这个样子。要不然我现在可能还在台南。对，那会不会当中医师我就不知道喽。所以我是魏贤的同学啊，我为什么会从中医变成兽医变成中医？因为我们中医以前没有西医的时候，动物都是看什么？看中医啊，我们有中兽医啊。然后在大三那一年，我们要上一堂叫做兽医针灸学，然后妈妈就说：“那你去跟老国医学一学，这样你上课就比较不会害怕。”我不是庄淑琪博士的女儿。我为什么这样澄清呢？
宠我当医生，很多人都说我是他女儿。我爸爸没有入罪，真的啊，因为他是他先生入罪，我就是被问到我才去研究他。对，我妈妈姓吴，我妈妈不姓庄，对，所以变成说，我妈妈就带领我去学，跟着老国医学，就我想这就是我们的上帝那时候我还不认识神哦，我上帝就透过妈妈帮我准备一条最适合我的道路，所以我就白天念兽医，晚上念中医，念完了大学我就发觉我就爱上中医了，因为为什么爱上中医？我们在家畜医院在那边实习，有一条17、18岁的博美狗，请问博美狗17、18岁相当于人的几岁？很老了吼，乘7乘9，对不对？它得了一个病叫做老年性腹泻。什么叫做老年性腹泻？落屎，落屎个老啊，落屎一直落屎，西药嘛无路用，要安怎？恁兜囡仔啦落屎一直脱水，要安怎？点滴对不对？在家畜医院点滴2礼拜，搁咧老，只好跟主人说：那你要不要给他安乐死？还是要继续点滴？如果你是你的主人，你安怎？不忍心嘛，就让他安乐死就好了。所以主人也说好，让他安乐死。然后那个时候我才初学中医，跟老师那时候是要过中秋节，我跟老师说，我抱回家来给他吃中药。3天之后，我再抱回来好了。我想说我阿不会宰了我，抱一只落屎告登去。然后我就想一想，他是老了，他是肠胃的问题嘛。我们中医有个药叫做香砂6君子汤，如果你看过中医，你可能吃过，他在调整肠胃啊、拉肚子啊、恶心呕吐的。但是他肠胃不好，他也老了啊，他退化啦。我就他加上一个我们中医的药叫做还少丹，这不是武侠小说的，中医有这个药，你们 Google 就看得到。它就是见视茫茫、发苍苍、齿牙动摇，拉肚子就是吃这个还少丹。这么小的一只博美狗，我就香砂6君子汤加还少丹，中午吃一次，晚上吃一次，开始无落屎啊。这人若无落屎，也出现下面镜头。巴肚枵，那妈妈讲，伊敢若巴肚枵哦，那妈妈就用白饭啊、甲鱼啊拌一拌啊，给它吃啊。这只狗啊，老到无喙齿，嘛白胡须、白内脏，然后也当然用伊舌头甲肉拢挑掉哦，吃完哦，白米饭放着。所以妈妈讲，伊敢若足好狗命的呢，但食鱼啊，尔伊不爱食白饭哦。那3天了都无落屎啊，所以再抱回去给老师检查，伊讲糖尿病、高血压、心脏病，所有年纪大的人的病，他通通都有，不是不见了，还没有，因为神会帮他预备药，然后就跟主人说，他可以活下去啦，但是要怎么样？长期中药调理，然后主人就看看我，好了，麻烦你养喽。所以就多养了3年，我出国的2个礼拜，他就走了。就是因为这样，我就很笃信说中医真的很有效，只是你要找医师，不要乱买药，乱买药会出状况。所以我就毕业之后又不想去大陆学，那怎么办呢？刚好前夫要去美国，所以呢就因着对中医的热爱，就跟着前夫呢，75年就跟学长结婚，然后再来就跟他去美国念书，他念机械，然后我念中医。你说去美国念中医，因为刚好有大陆教授去那边开设中医学院，所以我就很顺利的就去念中医学院，然后也很取得了中医博士，因为我也很会 K 书嘛，然后又考上了加州的中医师，然后也跟同学在那边开业，一切都觉得非常的如意。幸福都在我的预料当中，然后之后觉得时间到了，好像应该要生小孩了。要生小孩前，我又去大陆见习了，去那边实习了大概7个月，所以我现在也有大陆的执照，然后应该想说要生小孩子了，然后上帝呢就在81年、82年就给我了哥哥跟妹妹，感觉非常的愉快。但是因为我们还是会想念台湾嘛，所以就在83年就回台湾定居了，然后虽然
我有大陆的，我有美国的学历，但是台湾他还是不太承认，所以我就再考台湾的中医师，所以我就是85年就考台湾的中医师。好，那先生是工程师，我是中医师，我们就是有一个很令人称羡的双薪家庭。那我就在台北市立中医院上班，那自己也觉得蛮好的啦哈。那也不晓得为什么就有人会想选举啊，然后先生就忽然就又有人来找他哦，说他的条咖要给他，他就会想要选举，结果呢选举就市议员就没选上哦，那一年跟高凌风一起选，然后选票比高凌风还低哦，就没选上，哇没选上，工程师也辞掉了，要怎么办？就刚好我哥哥他有个机会认识首长，就让他那时候就到了南部某个县市，不要讲哪里，你们可能都会猜得到，就当了一个局长啊。那他就先到南部去当局长，然后当然我也不敢轻举妄动啊，我就先在台北嘛，因为政务官一定会怎样，不是很长久，换了长官就可能就没有了，所以我讲说我守住在台北嘛，就这样子。结果呢，没想到说他一个人去南部，然后我们家就地震就出现了，哦，就在那个921大地震的那一年，我就在隔几天的晚上就接到小三的电话，他就说哦他是某某某某某什么，他们很相爱，但是又不敢跟我讲。然后因为我姐告诉我说，政务官的家中电话是会被窃听的。我想说哦被窃听哦，然后我就要装得很镇定，我就说哦我先生不是那种人，他也很爱我们2个小孩，他不会做这种事情。然后后来他就说哦对了，他很爱小孩，但是呢我们去算命哦，他说他说我先生的命中有4个小孩，所以他不会在乎家里的这2个。然后我也是半信半疑嘛，我就去问他，然后就说没有错，有这一段。所以呢这通电话呢，我依稀现在记得那种震撼力跟杀伤力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也不敢告诉爸爸妈妈他们会难过。啊，当然电视上都有教嘛，不能一哭二闹三上吊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假装镇定。对。然后其实我从85年考上，我就开始接触教会。那时候的教会，我从85年就接触教会，然后那个时候就会把圣经，但是一直没有受洗，就把圣经拿出来翻，好像在翻那个一样，就看到哪一句，就看可不可以安慰我，一下子神会为我征战，然后就这样看，然后后来哥哥就问他，他说好，他要这个家，所以我们就全家搬到南部，全家人没有人知道，只有哥哥知道，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要搬南部，但是我觉得爸爸妈妈心里怎样？有数，只是他们都不讲而已。我就搬到南部来了，哈，不是这里，是另外的地方，更难一点。这个时候呢，我就搬到南部来了，但是他就变本加厉啊，哦，他去倒个垃圾可以倒个1个多小时，哦，因为他在某个地方当环保局长，他说他要审查那个环保车，哦，所以他可以倒个小时到1个小时啊，到1、2个小时。然后半夜偷讲电话被我抓到，啊，到浴室讲电话被那个手机就掉到马桶里面去，反正很多啦。然后有一次呢，突然间回家说什么，什么我们的订婚戒指换了，因为当时我们没有结婚戒指，我们就是毕业之后我们出国去了，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小小的 K 金的戒指。我说你戒指为什么换？他说最近比较胖啊，旧的那个戒指戴不下去，所以换一个。然后我就说。哦，你是名校的博士，我虽然不是名校，但是也是博士。你觉得我有那么笨吗？就第2天他就把戒指又换回来了。哦，反正种种就是很多啦，不计其数。现在讲起来很轻松，云淡风轻，但当下都很气。那后来在那一年的过年，他就跟我说，他要因公出差到日本。那我心里大概猜到了嘛。我说我可以陪你去啊。他跟我说，因公出差不能带家眷，不能去的。我说是哦，不能带家眷哦，然后我就说哦好，然后我就默默地查出去，他是我们有学妹在航空公司上班，商务舱
订票就是话位，旁边就是他的名字，所以我就知道他，所以我就问他说，他在日本，我在台湾，打电话给他说，你要这个家还是要他？可能他在旁边，他说他要他，所以我就隔2天搬回台北，所以89年我就把我的婚姻结束了，所以结束之后，我们家原生家庭真的是很好，爸爸妈妈一直很疼我，因为我是老幺。我上面有个哥哥，可能你们以前在电视上看过他啦，他叫庄启明，他是我哥哥亲哥哥对。然后哥哥姐姐啊，爸爸妈妈都对我很照顾，他让我们全家都有一个爱的拥抱。然后那个时候我也真的是就是陆续有人跟我传福音，但是我就一直感觉上有，又好像有，又好像没有。但是我觉得那一年上帝给我最大的礼物就是，我都不用花吹灰之力，我就得了我的监护权。因为他急着结婚嘛，他根本不要小孩。那所以神呢就让我安排我可以陪着小孩子长大，然后孩子可以陪着我度过种种挑战的原动力。所以我还没有信主哦，但是我就有得到白白的恩典。我们基督徒什么叫白白的恩典？我们不用做什么就有恩典了。你要做什么？耶稣要你的什么吗？有啊，他要你的忧愁，他要你的烦恼，他要你的重担，然后给你什么？给你喜乐，给你力量，给你勇气。请问这种礼物好不好？你根本都不用做什么，就叫做白白的恩典。所以刚失婚，当然心情会不好，所以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就会来陪我们，陪着孩子。然后神，我会上电视，我觉得也都是神是我的那个经纪人，我没有花够一毛钱去付费。其实现在很多都是置入性行销，就是你要去付费，人家才会来采访你。我所有的都是神帮我安排的，安排到很多医师都很嫉妒，真的啊，就神就当我的经纪人，然后门诊也让我很顺利，生活也很富足。但是很奇怪，我就是觉得，我为什么不能像受洗过的弟兄姐妹一样，跟神有祷告，但是总觉得中间好像就是有一层透明的围篱在那里，我就打不破。我自己也很生气，但是我也打不破，我也不晓得怎么办。后来到了94年7月，因为我一直推广中医嘛，那味全公司就找我说，设计那个女孩子生理期可以吃的汤，就叫 Dr. 庄生理汤。我就很开心啦，因为我一直推广中医，希望中医可以你很生活化嘛，你到超商买就可以喝，你也不用煮，但是又安全，经过检验的方便，这样我就很开心就这样设计了。那当然东西设计出来就要上广告啦。那我们医生呢，要上广告是要小心，我们是不能代言食品，这个推出来是食品，但它不能宣称它有疗效。那我有问过味全的律师，他说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们都查过了。那就这一篇，在《时报周刊》的这一篇广告，我就违反了医疗法，因为其实我们上面写的只不过是把医书上面写出来，他说这样就不行，因为这个东西是食品。如果他是用药品，我就可以说，但是用食品就不行。那我们医生很可怜的，那个密医都没关系，罚钱。我们医生要归谁管？我们有个医疗法在管我们，所以我犯了医疗法，我就要去上医师惩戒委员会。那里面有中医师、有西医师、有地方人士、有民众，这些人就要审查说你这个人这样，你要处罚怎么样？所以。当然我去问过了，我是初犯，而且我真的是不清楚，我以为说这样是可以的。那他们卫生局的人跟我讲说，你这样顶多是记警告啦，然后不然就是上个医学伦理课，可能10个钟头，最坏就是你可能叫你停业1个月或2个月这样子。那后来就要再上医师惩戒委员会的那个前一个晚上，我就心里还是有点忐忑不安。但是我就安慰妈妈说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都问过了，没有什么问题的。但是我心里还是很忐忑不安呐。那这时候想到说，这个时候世界上好像没有人可以帮我为什么不祷告看看呢？然后那一次是我第一次听到神的话，他跟我说，长久以来，
我都让你平安度过。这一次，当然也不例外。我到现在不会忘记这句话，就神对我说。然后我听到了这句话之后，我就很安心。果然第二天去，就很诚实的就说我真的不知道啊。然后后来就是记了一个警告，所以从那时候我就觉得，哎，我跟神的那个透明的围篱就打破了。我突然间感受到这种永远不会离开我的平安中的幸福，所以我就在85年就受洗了。我们知道，如果我是家里第一代的基督徒，第一代基督徒有很多的祝福，当然有一些压力，因为你家里还会有一些未信主的。但是放心，神都会把这个压力转变成祝福，都不用害怕，你就去受洗。你所有害怕家里会产生的问题，神通通会帮你解决。所以我就是家里第一代的基督徒。没有受洗前，我是完美主义者，但受洗之后，我还是完美主义者，但是我就不会再那么吹毛求疵了。哦，这个受洗以前，我觉得凡事都要按照我的计划；受洗以后呢，神有神的计划，不是按照我的计划，是要按照神的计划。有位姐妹呢，她在健身房听到这一句话，她说什么呢？计划赶不上变化，变化抵不过上帝的一句话。所以我之后我凡事会把我想要的东西，我跟神讲，但是神要不要给你，那是神的主权。我始终相信他会给我最好的东西，我就不再执着我想要什么东西。那跟小朋友的相处，我也是都交给神。当一个单亲妈妈并不容易，这里如果你有单亲妈妈，一下白脸一下黑脸。在儿子高3的时候，他是念延平私中。有一次老师在一个段考，老师打电话说：“妈妈，那个顺杰哦，他那个申论题有写，但是电脑问卷一个都没勾，都没勾。”我马上说：“会不会不及格？”他说：“不会啦，因为期中考考得不错，只是平均会怎样？低一点，低风，飘过，可以，不会留级，不及格就好了。”这时候我就假庆崩单一等来，回来了还是要爱的教育啊。问他说：“你为什么没有写那个？”他说：“我懒得写。”说：“为什么你懒得写？”我没有带笔。那个2B 不是要有笔吗？他说他没有带笔。说：“那你不会跟老师借吗？”我懒得说。哦，这时候你会怎样？一把火，强要安怎？啪啪。但是没有啊，这把火又怎样？又下来了，闷在心里很闷。然后就跟他讲说：“你要好好思考，以后如果你有这种态度，你以后出社会什么，这是会很吃亏的。”转头回到我房间就怎样？跟天父抱怨说：“哦，我当白脸黑脸，我当得快要错乱了，你可不可以帮我教训他？”就第二天我也没做什么，儿子就主动来跟我道歉了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用做什么，我们就是告诉天父。你就会基督徒就很轻省。什么叫轻省？靠自己好累哦，靠天父都不太累哦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家那个机车哦，哈雷机车，就是女儿啦、儿子跟妈妈哦。好，当医生最怕就是自己或家人的病痛啦。哦，这是我自己的那个卵巢癌的指数，上上下下。我自己在离婚后3年就长了子宫肌瘤。然后那时候倒也是相安无事，后来我自己出来开业，我就想试试看我以前从没有试过的东西，叫做雪蛤。我不晓得你们知道什么叫雪蛤？雪蛤就是广东人在吃啊，可以什么皮肤美美的啦，对不对？身材好啊，你只要想到皮肤美美的身材好，就可能有什么女性荷尔蒙。那我是一个很小心的人，可是那时候为了试药就试试看，结果离婚3年后指数平稳，就试了那个时候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最高峰，高到90几？那医生就做了正子摄影什么，他说不是白细胞反应。我是中医，但是我也会去做西医检查。那我的妇科医生就说：“你中医你自己医。”因为我们那个医生跟我都变得好朋友，他说雅慧有告诉我，那时候我很想说我把子宫开掉，我常常子宫肌瘤在那边这样上上下下。他说我开刀过，告诉你开刀不见得适合每个人。他说你自己医。
然后自己医就自己医，就自己花了4年就降下来。后来到了101年，爸爸因为肺腺癌病逝，突然间我的心情又不稳，指数又高了。那指数又高了，我的妇科医师就说，那很简单嘛，你就测你的 CA125。如果说那个去做个CA125，如果一直越来越高，那就是可能往癌细胞那边走。那如果它有下降，就不是。后来连续2次、3次就一直往上飙，然后那时候感觉好像不是那么的好，我就哭了3天，就跟上帝祷告说，如果你要我留下来服务人群，你就教我怎么开药；如果你要带我走，你要帮我照顾2个小孩子。然后说完了，我就带着儿女妈妈去巴黎玩，因为那一直是我的心愿啊。那玩回来了之后，就想说，哇，应该要去做检查了。就检查指数就下降。你觉得这是我医的吗？上帝的医治。那好朋友就说：“哎呀，早知道你去巴黎就好了啦。”我说没有神的恩典，去哪里都好不了。好，但自己生病还可以，但是104年，女儿确诊为克隆氏症。你有没有觉得我的恩典我的见证都跟生病有关？我觉得神好像就是因为他赐给我们不同的恩赐，他塑造我们不同的人，他会让你经历某些的看似苦难，最后都会变成祝福。104年，我女儿就被确诊为克隆氏症。你们知道什么叫克隆氏症吗？一定不知道。它是一种免疫攻击。免疫攻击哪里呢？你所有的消化道。所以你可能口腔溃疡、小肠溃疡、大肠溃疡，通通溃疡。那整个免疫攻击，它会越来越瘦，一天可以拉肚子拉到10次到20次。那个时候本来毕业之后想要去出国的，然后这段话是他讲的，他就整天一直在拉肚子，不能去哪里。我也是给他中西结合，他自己说他好像活在黑暗中，人生顿时有彩色变成黑白，梦想也毁了，脸上也失去了笑容。他觉得自己好像活在黑暗当中，看不见阳光，看不见属于他的明天。然后病情恶化，一天拉肚子10几次，跟肚子痛，他已经成为习惯。那么女儿，她是在我看到我们教会在分享我见证的时候，她决志受洗。她这个时候就说，她开始怀疑上帝是真的爱她吗？如果真的爱她，为什么要把病痛加在她的身上？她就是这样子的，一直在问上帝。好，那么她很灰心，因为感到灰心，她就忘记了上帝是可以帮助的。那时候我也常常跟她讲说，你要不要祷告？她都跟我摇摇头。但是我们也不能勉强一个生病的人说你要相信神，这个是对一个生病的人是，他也知道，但他很痛苦。那就有一次他非常非常的不舒服，那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些培育课程，它叫做等候神，就是可能各位你们有上过，就是我们等候神的，就我们自己放空自己，然后让神的灵是进来的。就那一次在等候神的过程当中，我就一直哭，一直哭，一直哭，然后就看到一个长得很像耶稣的人出现在一个草坪上面。那草坪上面有2个小女孩，一个小女孩就因为草很高，女孩子很矮，那个小女孩鞋子就一直掉，一直掉，一直掉，然后耶稣就一直帮她穿鞋。那另外女孩子就站在旁边很焦急，因为她也很小，她也没有办法帮这个小女孩。但耶稣就这样帮着这个小女孩穿鞋，然后带着另外一个小女孩一直走走走，走到最后就看到一个很美的夕阳。我突然间觉得那个应该就是在说我跟我女儿，所以我就非常的有信心。那一直用这个画面支持我。那有天晚上他又非常非常的痛，那在急诊室那边，他痛到睡着了，打点滴。那我看着他，我突然间不晓得为什么跟上帝说这个祷告。我说，我很感谢你让文心陪我22年，如果你要带他走，我也无话可说。但是可不可以让他舒服一点？因为我真的看他真的是很难过。然后祷告完我就很平安了。那女儿听见上帝说什么呢？这个就他讲，他说妈妈送我去医院，他坐的也不是，站着不是，然后那时候已经瘦到38公斤，他觉得说他22岁快要死了吗？然后这时候他就看到一道光，他就说我一边帮他祷告一边让他按摩，他有看到一道光进来，
然后那个光是他觉得是上帝亲自在安慰他，在按摩他，让他那个受伤的心灵，获得了一个修复。他说，他就因为他从小爸爸就不会很理他们，所以他就觉得这道光好像是父亲一样，在安慰他，在抱他。然后最重要的是天父跟他说，他会永远爱他，就算在急难当中，他也与他同在。他突然间觉得那一刻他自己肚子就不痛了，之后还是痛，但是他的心态就不一样了，因为他知道说，神帮助我们不是直接让你登像 ET 一样登，你病完全好了，他是要让我们怎么样，在病痛当中经历到上帝奇妙的作为。当他经历到这个奇妙的作为之后，他就有能力去面对病痛跟困难。所以这个是他在生病当中他写的，他说因为有神同在，他可以变得更勇敢，因为有神同在，他就可以跟疾病共舞。所以你有疾病吗？你可以跟疾病共舞，但是你可以把你的祷告，把你的痛苦都交给神，因为神他一定会听见，他也会医治你，只是神有神的时间。到现在当中，他还是经历过2次开刀，但是我们都是用一个等候的心，一直说神有神的时间，这句话一直在让我们很有信心。然后后来他就去参加教会的新香堂一个短宣。那么我请同工帮我放一下那个影片好吗？对，这是女儿在那个在我们教会的头份福音中心。会动吗？大家好，我是文心。今天呢，可以在这里分享我的见证，是上帝给的恩典。其实几个月前，我还是一个就是身体状况非常不好的病人。5年前，我被检查出罹患这个罕见疾病克隆氏症，这是一个长期肠胃发炎的疾病。目前医学上没有任何一个方法可以完全治愈。然后，所以在过去的5年里，我经历了许多高山和低谷。反复住院已经成为了我的习惯，然后医院就像是我第2个家。支持我走到现在的是天父的爱、妈妈的爱、家人朋友的爱，还有弟兄姐妹的爱。去年8月呢，我动过了1次手术，但不是因为克隆氏症，是因为克隆氏症造成的另外一个并发症，叫做瘘管。它在我的小肠旁边有一个破洞，然后那个破洞形成了一个管子，然后当发炎的液体就是堵塞在那个管子，就是它有时候就会长出一些发炎的脓泡，所以那时候医生跟我说，就是我必须开刀。然后开完刀后之后，医生又跟我说，你要有心理准备，就是这一个伤口永远不会好。但是他又说我还年轻，就是也许还有恢复的机会，可是他没有办法保证就是这个伤口会不会好，因为没有药可以治它。然后那个伤口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伤口，它就是很肿，然后而且上面还有2个就是小小的破洞，是一个开放性的伤口。然后就是在这手术之后的1年当中，其实我的身体状况还是非常的不好。就是常常拉肚子啊，肚子痛，然后甚至发炎和发烧，一直到在今年7月底的时候，我和新香堂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去花莲参加了一个短宣队，然后在那第3天的晚上，我经历了上帝医治的神迹。那天呢，其实我本来已经身体有点精疲力竭。因为那天早上就是我们不仅教小朋友英文啊，还有圣经故事，然后下午又带他们玩了一整个下午的游戏，然后傍晚我们又就是到七星潭，因为七星潭很漂亮，我们又到海边去玩了一下，然后回到民宿之后，牧师就说哦，今天还是要开会哦，然后所以我们又开会讨论了就是很长一段时间，然后就是在整个过程结束之后，我就觉得就是我的身体真的很不舒服，已经到了就是我可以负荷的极限了。然后我就决定，好，那我赶快回房间洗澡睡觉，然后就休息。
然后看明天怎么样再说。然后当我就是决定好要去洗澡，然后我就走进浴室，然后我一打开浴室的门之后关起来之后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开始一直祷告，一直祷告。但是我其实没有要做这个祷告，但是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一直祷告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好吧，既然上帝你要我祷告，好，那就祷告吧。然后我就开始洗澡，然后我就打开莲蓬头在冲澡，然后突然之间我就听到有一个声音跟我说，我现在要再一次用水洗净你的罪。然后当我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，我觉得很惊讶，可是我又不是很确定我是不是真的听到这样的声音，还是我太累幻听之类的。然后后来呢，我就还是继续的洗澡，然后呢，结果呢，这个声音又在跟我说，你还记得吗？你今天早上跟小朋友分享的圣经故事，就是在讲耶稣用水洗净每一个人的罪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哦，那这个声音应该是真的吧？然后我那时候就相信这个声音是真的，而且是来自神的声音。然后我也非常的感动，因为就是我已经成为基督徒很久，但是呢，就是我是一个平凡的人，我不像就是耶稣一样完美，我还是会犯错，我还是会犯罪。所以当我听到神说他要再一次用水洗净我的罪的时候，我觉得我非常的感动。然后接着呢，上帝又继续跟我说，我现在要医治你的克隆氏症。然后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想说，你要怎么医治？我在洗澡哎，然后结果上帝又跟我说，我要医治你的瘘管。然后当我又在听到这句好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好，你要医治。然后我就想说，我要等着看你要怎么医治。然后呢，我就看着就是我去年开刀的那个伤口，然后我就看着那个伤口，然后我就摸着那个伤口，我的嘴巴就不断的一直开始祷告，我就一直说医治瘘管，医治瘘管，医治瘘管。然后我也不确定我大概讲了多久，然后突然间我就看到那个伤口它消肿了一半，然后我就大尖叫，然后天哪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然后但是呢，我也不是很确定，就是到底是不是伤口真的消肿，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个伤口很恐怖，然后所以我没有很长的会仔细去看这个伤口，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伤口原本多肿大，所以我不确定它是不是真的消肿了。然后呢，但是呢，我嘴巴还是一样继续祷告，我就一直说医治瘘管，医治瘘管，医治瘘管。然后呢，结果呢，我瞬间看到那个伤口上面的那2个破洞愈合了，然后我就整个就是哇，然后整个就是在洗澡的时候就非常的兴奋，然后就大尖叫，然后想说天哪，就是我刚到底经历了什么事情？然后我就很认真的去摸那个伤口，然后找上面我们就放到这边，到底在不在？我们换下一个头。那他在花莲，他就跟我说，我也是当医师嘛，就会半信半疑，因为都是我在帮他擦药的，我很清楚那个伤口。他回来看，真的伤口就愈合了。后来他的外科主任也是一个基督徒，后来他检查说也是愈合了。所以因为这样，他就那个伤口，他现在就得医治。然后也因为这样，他就被神呼召，他就要念那个他念灵粮的宣教学院，他念牧灵之商。他说我是地上的医师，没有办法医好所有的病，但他的牧灵之商就想透过医师，透过神来医治大家心灵的疾病。也在那个地方，他就遇见了我的女婿，我女婿就念宣教硕士，所以以后女儿就会是师母。然后女婿他也是传道人哦，然后他们在去年11月10号结婚，然后结婚以后，结果他又罹患忧郁症，没有关系，就交给谁呢？就交给神，神有神医治的时间，神有神医治的方法。你知道神用什么来医治他吗？她怀孕了，结果这个怀孕的小 baby 就让我女儿的忧郁症就获得医治，获得改善，所以她现在也不用吃药了。那宝宝的名字叫做刘川，是男生，就是那个女婿说叫做神的恩典川流不息，所以真的就非常开心哦。所以最后再叮咛大家，就是说我们
今天我的见证好像都跟病有关，对不对？常常有人会说：“哎呀，这个人生病啊，是他风水不好啊，他家里要迁祖坟啊，等等等等。”这是现代人的想法。但是我们的神怎么说呢？他就说，门徒问耶稣嘛：“这个人生来瞎眼，是谁犯的罪？是这个人还是他父母呢？”他说：“不是这个人犯罪，也不是谁犯罪，父母犯罪，是要在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”所以到现在，我们总算知道了，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。所以，如果你现在有在什么样的困苦当中，我相信神就是我们的医治者。女儿在生病过程当中，她不会作曲的，突然间会作曲，所以她就会画图。就神在她生病当中给她很多恩赐，我相信也是为她以后当师母做一个训练。所以现在我们幸福就是全家可以一起吃感恩节大餐，所以如果你接住神满满的爱，就会幸福哦。然后想来为大家做一个幸福祷告。你可以把你的眼睛闭起来。亲爱的天父，孩子感谢赞美你，你带领我回来到我出生的地方。孩子也希望你把这份爱、这份祝福、这份恩典，再给不仅是与在座的弟兄姐妹，尤其是还没有信主的 Best 我们的好朋友。如果你心中有什么难处，你就把它交给神。你也可以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胸口，你愿意把放在胸口，上帝都看见。你把你的难处，把你所有的一切，轻轻地告诉他。你愿意把这些统统交给他，你就会接住神满满的爱，你就会获得幸福。现在天父还是感谢赞美你，真的是你就是我们永生神永远的救主，唯有你我们才有永远的盼望，唯有你我们才能够获得真平安、真幸福、真喜乐。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带领这么多人来聆听你在我孩子身上的见证，祈求你也让这份祝福降临所有的弟兄姐妹跟贵宾。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你可以先休息。阿弟们。庄医师哈，安尼像咧讲故事安尼，互咱得到真大的学习哈。从庄医师的分享哈，咱来讲伊若讲工作职场伊是足成功，对不哈？但是他当医师竟然经历好多次病痛。那这个一定是很矛盾，比如说我在哪一方面很强，又遇到那个困难，但是拄则听到庄医师讲的几项吼，互我真大的感动。头一项就是讲，上帝甲伊讲你，我拢甲你伫地啦，你免烦恼。第二项是讲，咱较侪的计划赶不上变化，但是只要上帝一句话。神就要改变一切。今天咱举办这一个分享见证，让基督徒希望你能够从中的确认你的信仰。你的信仰感觉讲，这是经过我的上帝。今天晚有足侪位是慕道友，是 best， 你是咧想讲到底我信主是是不是佫要做决定无吼？拄则咱庄医师讲一句话真好。伊讲你免想遐济，免烦恼。你若讲主啊帮助我，伊就替你解决。无你想足济要安怎解决，解决袂了。所以这时阵我要招咱唱一条诗歌。条诗歌中间，我望今仔日来参加的遮的慕道友遮的好朋友，你咧想讲，伫我的人生中间，若要讲工作事业，要像庄医师遐尔成功，嘛无一定大家拢有啊。但是呢，伊竟然更较需要上帝甲伊帮助，何况是我，我嘛要需要主的帮助。我伫一生的中间有主的帮助，我就要得到。所以我望讲，咱唱条诗歌，一面来回想来做决定愿主甲你伫地。咱要唱这条台语的真好听的诗歌大家真有意思的歌词，讲对主的人有幸福。
对主的人有幸福。咱坐咧吟吼，咱来吟全首，短短咱来吟全首。对主的人有幸福，那阵忧伤真快乐。当时刻学乐吟诗，满是平安的得意。为的快乐，对主的人快乐，主的快乐无通比。心地着条大欢喜，因了主恩通帮你，主的快乐永远通的主快乐。第二节，对主的人有幸福，他也可通的快乐。的祝福引伫我心，吹袂过的归声音。为的快乐，对主的人快乐，主的快乐无通比。心地着条大欢喜，去了主。三节，对主的人有幸福，虽然行黑暗山谷，那对耶稣的脚步，的主甲咱带路，对的快乐，对主的人快乐。主的快乐无通比，心地着条大欢喜，做了主唔通帮你，就的快乐永远通的主快乐。咱请音乐继续吼。各位兄弟，咱目睭刻刻，牧师要为着咱这的新朋友来祈祷。咱安静来想，你是毋是伫人生的路程中间，靠你家己，你会当解决所有的代志？还是讲我能力较偌好，我拢无法度人把握我未来的日子是安怎？你是毋是愿意讲是啦？我人生打拼努力、骨力，追求成功，但是我更较需要上帝的帮助，因为人的气力、人的计划赶袂上变化。但是当有主的话伫我中间，我就要得到新的开始。庄医师伊虽然甲查某囝拢有拄着病痛。总是因为对主的话得到医治甲透放。咱大家人所拄着困难无同款，可能你是工作，也是生活，也是家庭，也是身体欠安。愿主也将这种的恩典，医治庄医师的身上所施的恩典来临到伫你。所以我真欢迎咱所有的朋友。除了基督徒以外，咱这好朋友，你若是听到这款的见证，你有感动，你甲主讲主啊，我嘛要得到你的话，得到你的帮助，得到你的医治，得到你伫平安中间的幸福。我相信你若甲主讲，主我要爱，主就要帮助你。我要为着你来祈祷，吼，咱来祈祷。天天的主我的上帝，你的疼伫阮人的中间。你有应允
阮伫老母的腹肚内，你就认捌阮。感谢你通过庄医师，伊分享伊人生的经历，一件过一件的挑战，靠家己的专业甲能力，无一定会当赢，总是有上帝甲伊同在。你医治伊的病痛，也互伊的查某囝重新得到医治，献心要成做传教者，成做主你的车用。阮中间有真侪我的好朋友、无道友，我也是咧追求人生的幸福的中间，奉主的名来祝福，互因听到庄医师的见证，听到圣经的话，也欢喜来接来讲是啦。我命要得到这种人生的幸福，伫主的听、主的应允、主的医治、主的照顾内面的平安。愿主赐福，或者个已经决志要洗礼的兄弟，搁一遍较坚固信心，知影阮所信的主是活我的主，耶稣基督要伫阮的身上显明主你的平安甲大权能。奉你的名来祝福每一位兄弟姊妹，领受这款的信心，伫人生的道路有主通瓦靠，阮就是行伫幸福平安的人生。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奉献，这是咱三甲的奉献，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。会上请起立，咱三甲来吟奉献的诗歌。甘心的奉献，主我愿意；乐意的奉献，主所欢喜。主听叫大宝贝，我愿意成为你，奉献你所想事，何达我主。阿门。会众请坐。伫报告的大声，咱来读本话的金句。伫周报上尾啊，咱三角来读一摆。求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，互阮得到智慧的心。诗篇90篇第12节。报告，这是我来报告。请掀开周报第2页，下周的事奉当中，请咱来注意。下周的司礼是胡泽豪执事。咱看第3页，顶周甲本周逐项聚会出席的信息，请咱家己来注意。掀开第4页，集体交通。今仔日咱欢迎庄雅慧医师来主持2场的礼拜。
咱搁一摆用掌声来欢迎、来感谢。第二点，本主日嘛是大港节第二主日，邀请兄弟姊妹，咱用灵修祈祷来迎接主的降生。第三点，本主日也是普世圣经的纪念主日，甲世界人权日。咱为着这个事，咱三工献上咱的祈祷，也者为着这个事工来大祷奉献。第四点，本会定下主日来举行圣餐甲洗礼式，请咱来注意，下骹的名也有出入的，请办公室人员来更正，请咱有备心来参与。第五点，本会定伫12月24举行救主诞圣诞赞美礼拜，有真侪活动，请咱家己来斟酌。第六点，大祷团的消息，第48期就是1月到4月的大祷服侍开始来报名，伫12月31要来截止，请有感动来服侍、参与服侍兄弟姊妹踊跃来报名。第二小点，咱伫12月29拜五暗、拜五暝，咱要来举行年终祈祷会，请咱当心来参与。第七点，财务式报告，咱伫11月26有举行2023年感恩节的奉献主日，咱有累积3个主日的奉献金额，总共有175笔，有86万外。请咱也有持续要为这个项目来奉献的兄弟姊妹，咱伫年底这个项目要来查止。第二小点，咱伫会计年度就要来结束，请咱有要奉献的尽量伫12月24来完成，以便会计来作业。咱来看第10点会友的动态。咱恭喜本会苏美智老师当年参与文化中心的志工服务，要伫明仔载来去台北接受文化部的颁奖甲表扬。咱恭喜愿主来祝福伊。咱来看11点丧礼消息。本会王坤良的兄弟伫12月1号蒙主温调安歇主怀，个别礼拜一定伫12月7伫殡仪馆来举行，请为家属来代祷。第二点，本会医师园会长的妈妈伊丽秀娘姊妹伫12月7来安歇主怀，定伫12月12伫木栅教会来举行追思礼拜。咱也请为家属来代祷，愿上帝赐落平安、安慰甲力量。第三点，本会林秀霞姊妹，就是总结执事的总结执事娘的爸爸林大乐先生，伫12月7安歇别逝，定伫12月15伫永康的厝来举行葬礼，请为家属来代祷，愿上帝赐落安慰甲力量。第四点，本会戴婉丽姊妹的母亲郑庄敏瑞姊妹，伫12月7蒙主温调安歇主怀，定伫12月14上午伫市立殡仪馆的日莲式来举行日莲火化甲安放的礼拜，请为着这遗族来代祷。来看12点，其他的消息，咱的心灵转角要举办生活美学手作的体验，定伫12月23下晡2点到4点半，伫咱的1楼咖啡厅有手冲咖啡的教学，咱欢迎兄弟姊妹来参与。
以上咱请牧师来做补充报告。各位兄弟哈，我来介绍咱有一位新朋友伫咱中间哈，潘博玉兄弟，潘博玉兄弟，咱欢迎伊哈来，欢迎来参加哈。潘博玉兄弟哈是咱会旗执事因伫新人院做咧服侍啦，伫嘉义哈嘉义的荣美教会，欢迎你哈，常常来参加甲咱做伙来享受上帝的祝福。其他有咱的新朋友，有的是捌来过啊，吼，就是讲无多有啦，吼，欢迎咱在幸福小组的同工，安尼较甲因招呼，甲因鼓励吼。我用这个图片吼，图卡做一个提醒，拄则可能有报告过，毋过佮甲咱邀请吼。后一个是咱拄则有讲咱的这个心灵转角嘉义厅要举办这个手作体验，意思讲伫拜六的时间吼，拄你休困来遮。来有老师甲你指导安怎手冲咖啡，嘿，毋过拄则庄医师讲毋通先啉哦，先食物件再来啉，吼，佫有一寡迄个制作的讲15个尔呢，因为吼伊个个别教学啦吼，所以请12月23赶紧来报名吼，15个就截止啦吼，若踊跃可能爱举办第二期就对啦吼，即个是咱有一个社区的福音节目吼，就咱社区同工吼，有艳芳姐妹啦，佮咱的信箱长老因去甲咱的这个自强里的活动中心合作，迄天吼12月22拜5暗，要去到活动中心请寇子叔叔，咱顶阵捌来吼，装迄个小丑吼的表演，要传福音。咱欢迎兄弟吼，是讲迄伫社区要招社区的朋友，你较要紧是招朋友去啦吼，做伙来享受迄个快乐的圣诞节，嘛会当传福音吼，遮个好朋友厝边吼，甲你的亲人安尼吼，欢迎大家踊跃哦吼。佫一个是咱佫2礼拜后就要举行12月24迄天礼拜日，咱要举行即个赞美礼拜吼。咱有圣歌队、有乐团要来做赞美，咱希望咱足侪兄弟吼，会迄天毋通欠息。耶稣的降生呢吼，咱台湾人讲耶稣生啦，耶稣生耶稣生是咱的救主的圣诞，咱爱来吼，招伴来做伙来庆祝。咱要分2段哦，头一段是咱圣歌队要唱赞美的诗歌，乐团的伴奏。第2阶段吼，第2阶段就是咱有要刷落去表演真侪迄个庆祝圣诞的节目吼。咱周末内底有写讲吼，倒伫个团体有演戏啦，嘛有舞蹈哦吼，有真侪乐器的表演，欢迎咱大家吼刷留落来。迄天咱中昼吼，咱有准备安尼中昼顿吼，迄个便当要互咱，所以免赶时间就对。即点请大家。甲咱的老会友拢甲招出来吼，老会友拢招出来。咱顶礼拜咱有举行即个曙光研讨会啦吼。讲咱台湾吼，经过3年的疫情吼，会友吼人数是遐济，毋过来的礼拜吼剩一半。哇，这样咱爱甲找倒来吼。咱照这圣诞节，甲咱的好朋友，甲咱较早伫咱遮聚会兄弟拢甲招出来吼。做伙来欢喜主的降生吼，咱的主日都嘛迄天要做伙，甲咱做伙庆祝吼。过来是咱12月29拜5暗吼，咱要举办即个年终的祈祷会，常常是一个足感动人吼。为着过去一年感恩，新的一年求主保守咱毋若是小组的兄弟，咱希望所有的全教会兄弟，迄天拢会当来吼。7点50吼。过来是咱。拄则有报告着，咱有几位咱教会的兄弟也是亲人吼，蒙主恩调的消息啦吼。其中有几项迄个报告拢有写伫遮，请咱为着因祈祷吼，代祷。另外咱第4项即个郑庄敏团姐吼，伊是咱袁丽姐的妈妈吼。咱遮有报讲拜4要举行日暮会法因伊的小弟讲有美国赶会赴通转来，所以要直接伫拜六吼，即礼拜拜六下晡2点
吼，就要伫咱教会举行追思礼拜。意思讲先做重色啦，了后来做追思吼。迄天咱我知影讲即个面端节有参加双年团契啦吼，信会小组嘛，万历节嘛拢有参加咱的即个黄彦切老师的即个大树小组吼。到时咱会请这相关的单位做伙来献诗吼，来做为是因为我有听万历节讲，伊主要要过来教会做礼拜，是为着要传福音互遐亲人吼，伊遐亲情拢还未信主，所以毋望兄弟你原来来做伙来关心吼，咱毋望为着即个家庭来代祷吼。即个天气变化的中间吼，伫咱即段时间吼，咱有几啊位的亲人离开，咱为着因来祈祷吼。搁一项吼，咱要甲咱大家报告讲，咱圣诞节要到吼，咱传福音足侪方法咯吼。这叫做圣诞福音的特刊，咱周报内底有页吼。这是咱的更新杂志吼。搁一个，这个是咱的中信杂志，搁有蒲公英杂志。我讲传福音随时会当办咯吼，你当甲咱教会村的讨来送互你的隔壁，送互你的好朋友，迄当做圣诞卡嘛足好吼。鼓励咱大家来甲教会所处哦吼。搁来是咱昨昏有举办即个洗手爱无限，咱教会咧推动即个福音事工，咱昨昏有专门准备100份的即个礼券，送互咱社区遮的较弱势的朋友，咱有几张相片吼，因来领，咱有真侪社区的志工来协助吼，有爱甲因传福音唱诗歌吼，来甲因鼓励就对啦吼。这是咱昨昏打完成，咱的里长嘛来吼。我毋望讲即个，毋是干那咱几个人同工的活动，毋望咱看这社会迄弱势者一个出来，咱知影讲，哎哟，咱社区竟然有一款朋友啦，有诶穿衬拖，有诶骹在酸痛，有诶搁挂鼻管的，哇，听着看着感觉足毋甘嘛。咱社区有一款朋友，咱若无甲关心，咱嘛毋知。毋望讲咱诚做一个教会社区事工，吼，足重要的事工。虽然100份吼，得10万块啊，吼，毋过咱感觉讲足有价值，足有价值吼。这是咱请殷家老师唱歌互因听，吼。搁有义诊吼，搁有咱的新的医师来义诊安尼吼。这是咱即个月历吼，咱还袂领，赶紧来楼骹一个家庭领一份咯吼。有2种选择吼，2种的月历，搁有即个助理手册有登记的，甲咱遮的干部还袂摕到，请咱赶紧吼来伫遮来领安尼吼，用安尼甲咱报告。我要邀请讲咱小等的咱中集啦吼，留伫会场的咱礼拜煞，咱会甲庄医师翕一张相来做纪念安尼吼，用安尼来做报告，多谢。上言会众请起立，来唱尾边的诗歌。愿主赐福保护你，愿上帝应天照你，也应主必宽待你。愿主上帝常常看顾你，守赐你平安。咱请牧师来祝祷。大家来领受上帝的恩典甲祝福。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圣神的扶持、引带帮赞，甲咱众大家三甲同在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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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咱请坐默祷来避讳。
本日第一堂礼拜到这结束，兄弟姊妹互相请安问好。